各位大家好，我是克杰拉佛教中心讲法师郭叶怡。我是尊贵的赞杜古仁波切的学生，于2008年正式加入克杰拉团体这个大家庭。目前我在中心专门负责所有法会咨询、教学、仪轨、加持、祈福、洒净等等事宜。今天我想在这里与大家讲解这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进行多杰雄灯大护法经久供养的各种细节及其好处。在忙碌的日子里，现代人如你我在修行、事业、家庭、两性关系、亲子关系之间拉扯。当遇到任何的瓶颈或障碍时，唯一最快的方式便是能够寻求护法的帮助。正怒护法实际上是诸佛的化身，而非一般的天界之神。其愤怒的外相能更直接地帮助我们迅速摧毁修行上的障碍。大部分的人不具足圆满功德相，因此无法自借获得诸佛的加持。但这并非代表我们永远不可能与诸佛的心念相应。正因为我们无始以来所累积的身口意的业障深重，让我们无法马上获得他们的帮助。正因为如此，慈悲的诸佛才会化身成护法，度化众生。所以护法扮演着佛与人之间的中介者，而护法的法门则是众生祈求诸佛给予我们协助的连接线。经久供养 Sagim 是多杰雄灯仪轨中重要的一部分。在藏语里 ，Sa 的意思为经 ，Gim 则是饮料的意思。纵使经久供养文的出现是高僧针对某位本尊而进行，但是它主要还是护法法门中的特别部分。在古时候，经久供养只限在晚间时段才可以进行。如今，历代传承祖师为了更快速地帮助众生，善巧地提供方便法门，让持修者可以不分时段，只要发生紧急状况，便可进行经久供养，以期在最短的时间内摆脱危机情况。因此，经久供养成为现代修行者所欢迎的法门。不只是在紧急关头，许多高僧或上师们也极鼓励他们的弟子将经久供养视作每天必完成的早课之一。经久供养使用的器具，传统的经久供养是将饮料倒入双层的器具，一个较高的容器和一个较低的供碗。经久从水壶或摄喝圣水的器具倒出。供养的时候，将饮料倒入较高的容器，直到饮料流溢到其下的供碗中。在佛教里，溢满象征着吉祥，因为那表示有充裕的功德、善缘、资源以及条件来助长个人的修行。修行者可在念诵经久供养的急诵前，将饮料全部倒入器具中，或者在念诵相应的供养文时，将饮料分次倒出。就以多杰雄灯的经久供养文而言，饮料是在念到每个急诵的第3句奉献施乐甘露之饮品时倒出。经久的器具可使用任何材料制成，例如金、银、铜、黄铜，甚至玻璃等。采用以珍贵材质所制的供养器具是非常吉祥殊胜的。这对想要累积大量功德、和根护法、
建立亲密关系的在家修行者而言尤其重要。经久供养的饮料，供养茶的传统源自于古时候，当时茶叶对西藏人而言是非常珍贵的，因为茶叶得从中国进口。由于茶的味道精致，所以一般用于供养上师、本尊以及护法。而茶的颜色是金黄色，正好衬托出经久的意思。热气腾腾的热茶象征快速，因此在传统的做法中是透过供养沸热的茶，直接祈求护法迅速的帮忙。除了茶以外，我们也可以供养啤酒或酒精等饮料。当修密者进行会供时，他们会应用一点加持过的酒和肉来代表修密者冥想中的精神气脉和身体元素。因此，啤酒或酒精代表修行者的成就，而且是用于供养护法，直接祈求克服修行上的障碍，以及迅速地成就修行所需的顺境。其他适合的饮料包括牛奶、各种汽水如可乐、红酒、酸乳酪等都可用作经久供养饮料。如果不是事先将经久器具倒满，在进行经久供养前，先倒入一点点的饮料和几颗米粒到器具中，这样才不会让容器流空。进行经久供养，接下来念3篇 Om Ma Hum， 同时以香净化经久，然后再念诵经久供养文。供养文的每一段分别代表供养经久给那些在我们的修行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特定对象。在供养时，我们把经久观想成填满大海的甘露。大海除了由修行者所供养的经久组成之外，还包括一切五根所追求和喜好的世间物。我们将此广大的海洋供养给文中提及的护法和其他有情。此外，修行者还观想自己向护法所祈求的一切，能够在护法的帮助下圆满达成。在进行经久供养时，我们可以先用香净化经久及法器，接着在念诵时，左手握着金刚铃，右手持着金刚杵。当我们在倾倒经久时，轻轻地摇动金刚铃，直至念完每段供养文的最后2行寄诵文为止。经久供养可以以3种方式进行。第一种，将准备好的饮料全倒入双层的供碗里，然后将它供奉在佛龛上。第二种，我们一般会在进行完整的护法筹供时采用这种方式。因此，在未开始经久供养前，我们要先准备一套完整的经久器具，一壶供养的饮料、金刚杵和金刚铃、一串念珠、一个托盘或一张小桌子。再用香和念诵3次的 Om Ma Hum 来净化供碗和四周后，再念诵3次的 Om Ma Hum， 并将少许饮料先倒入高脚的供碗里，才正式开始经久供养。在念诵相应的偈颂时，将饮料分次倒出。就多杰雄灯的经久供养而言，饮料是在念到每个偈颂的第3句
奉献施乐甘露之饮品时导出，这样的一个动作，直至第9个送祭为止，才将所剩下的饮料全部倒入供碗里。第3种，它是非传统的一种经酒供养方式，使用这种方式大多数都是在紧急恶劣的状况下或有限的环境之下进行。首先在附近的超市或便利店购买现成的饮料，例如可乐，然后观想它为殊胜的经酒而供养于护法，祈求护法的协助。以下为经酒供养文的列解：降述2力善会与上师，善赐圣供系地本尊前，奉献施乐甘露之饮品，授以心愿速记任运成。第1季，供养根本上师，其加持和教诲在达到慈悲心和空性见的路上引导着我们。慈悲心和空性见是觉悟者主要的2种特质。接着，供养经酒给本尊，也就是上师赐予我们的修行对境。本尊的例子有至尊宗喀巴大师、文殊菩萨、金刚释迦牟、大威德金刚等。我们可以借由修持本尊成就法，达到一般和特殊的成就。3处永世空行一切众，大力护教具世大海前，奉献施乐甘露之饮品，授以心愿速记任运成。接下来，我们供养经酒于永父和空行母，他们都是密系修持中重要的净土觉悟者。为了引请他们前来协助我们的修行，我们供养经酒给他们。特别超出世间大护法，势力力数多劫雄灯前，奉献施乐甘露之饮品，授以心愿速记任运成。在这一个集诵里，我们可以念诵3遍、7遍、21遍、108遍或更多，视个人的需要、时间或环境而定。接着就是给多劫雄灯主尊供养经酒的主要偈颂。一般而言，我们可以根据事件的紧急程度和需要重复念诵此偈。如果时间有限，修行者可以只念诵此偈，而不需念诵完整的经酒供养文。对多劫雄灯做经酒供养，并不是为了帮他解渴，而是让我们累积功德，与护法建立关系。这么一来，我们就能够接受他的帮助和加持。悉真怀诸无边诸事业，无碍能赐变化5步前，奉献施乐甘露之饮品，授以心愿速记任运成。这一偈是多劫雄灯另外4个化身的供养偈，4化身分别是呈现极静相的希者，呈现增长相的金者，呈现增福相的旺者，以及呈现愤怒相的渣者。连同多劫雄灯主尊度经多劫雄灯，就形成了所谓的多劫雄灯5部。这些化身代表多劫雄灯为修行者的利益而做的善巧方便。美丽九非领导8比丘，作业威猛蛇勇士等前，奉献施乐甘露之饮品，授以心愿速记任运成。接下来就是给美丽九明妃、领导8比丘以及威猛蛇勇士供养经酒的偈子。九明妃辅助我们的密续修持，
领导8比丘协助我们持戒，而10勇士则帮助我们去除障碍及成就我们修行佛法的顺延。特守如来教法守护主，金甲衣护法及诸眷属，愿将圆满敬酒供养如，祈求永远守护不舍离。这一偈颂是金甲衣护法的金酒供养偈。金甲衣护法与多杰雄灯有着特别的关系，而居于多杰雄灯同意坦诚的上方。我们通常会持诵3遍金甲衣护法的金酒供养偈。严厉普义能夺破世命，罪及暴怒卡切马波前，奉献施乐甘露之饮品，授予心愿速记任运成。破戒罪者心血化如金，愿将金酒滚滚经奉献，供养南喀巴金及眷属，授予世行一家之所求。接下的2个颂偈是多杰雄灯主要助理喀切玛钵和南喀巴金的金酒供养偈。喀切玛钵本身就是一位非常有威力的政务护法，2位护法同时也都是多杰雄灯的主要助理，他们协助修行者修复他们不清净的三昧眼。其他无量变化之变化，听令天魔动摇3000界，奉献施乐甘露之饮品，授予心愿速记任运成。这一个金酒供养偈是供养金酒给在多杰雄灯身边各尽所能协助他的数百万计的世间神灵。念诵到这一颂偈时，我们必须将剩下的饮料悉数倾倒至完毕为止。金刚铃和金刚杵的声音也在饮料倒尽时悠然停止。如实供养事业劝请力，4种事业昼夜60中，刹那不待轻如负遗子，恒常护佑，恒常摄受之。听令傲慢会众请意念，持力主前承诺严厉事。凡我所托此等诸事业，当下速记成败，请勿惮。最后那2偈是祈求多杰雄灯广充其善巧方便，帮助修行者，提醒多杰雄灯眷属严格遵守他们在护法跟前所立下的誓言，协助护法各种事业。总之，金酒供养可以跟迎请偈、赞颂、酬供以及心咒配合，作为每日必修的多杰雄灯课诵，以巩固我们与多杰雄灯的关系。金酒供养也可以在紧急或急迫的时候进行。此外，这也是其中一个能累积功德的有效方法。而且上述金酒供养法，由于其显著的效果，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都是寺院僧侣们所修持的法门。值得一提的是，尊贵的占度古仁波切的根本上师，伟大的至尊颂仁波切，无论事务多繁忙，每天晚上必定进行一次的护法金酒供养，从不曾间断过。可见金酒供养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最后，从这边可以看到多杰雄灯大护法的金酒供养法门，肯定对我们的灵修和日常生活都有一定的帮助。因此，我希望透过这个视频，大家可以尝试学习金酒供养法门，为自己和身边的人累积功德，消除障碍。谢谢大家。